将阮的心肝藏踮你的手内，你敢敢甲阮我看卖？不免什么誓言，不惊任何阻碍，若有你，就有全世界。过去袂负陪伴你，我心爱你到未来，爱你到未来。无论是海角天涯，有你的所在，就有我幸福的门牌啊！无论是啥人的爱，阮拢嘛无爱，你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期待。妈妈，我要坐3千飞碟，你陪我算好不好？迄坐足悬的，妈妈会讲，妈妈唔敢坐呢。我要坐了，我要坐了，妈妈。我陪小芬坐好。啊好啦，小芬，那呢，你爱较细腻的，伫顶头爱听爸爸的话，知无？知影。好呢，你叫你的骹手，甲水里搞固定，你去边仔休困。若是有啥物代志，我的骹手记好互你。是，总裁。妈妈。小芬，你敢有想阿公教吗？有啊，我最想伊呢，嘛最想小玲姐姐。那你爸爸带你来见阿公阿公阿妈。啊，不过妈妈无互咱回去。爸爸当真带你逃走，也不过小弟一日不当叫我，若是叫妈妈发现，咱就无法度回去啊，知无？知影。阿公，到底是什么人对你下毒手？你一定要较坚强的。我相信你会真紧好起来。等你好起来了后，我会好好友好你，袂讲忤逆你，互你生气。阿公，要赶紧好起来。好水，好水，即摆是安那啊？啊？阿公，阿公，医生，我拜托你来救阿公，医生拜托，你快点，先生，请你出者。你莫耽误阮的急救啊！托尼甲你的手环咱拢无去。你遐尔关心要创啥？你放心嘛，因就伫咧附近。假使若是有人想要对我不利，也是想要逃走，因就会随出现啊。妈
陪小芬去啊，我会伫遮看恁耍。小芬，你来去坐热气球。哈。以前咱无时间培养感情，啊，毋过以后，我会常常带你甲小芬出游山玩水，我会用我的柔情甲体贴，慢慢啊，你一定会对我产生感情的。我真是就爱你。安尼，毋才有亲像一家伙啊！喂，小芬，来，过来。无代志啦，你算我最欢喜的。Tony， 看姐，我看甲小芬甲无去啊，竟然吹出来。走袂出去。唔要紧，你免惊，爸爸会想办法带你出去。妈妈有话要甲爸爸讲，你先入去，让人无妈妈会生气。你嘛出去。是。文华，你实在互我太失望了。我遐尔努力，想要互你做一个好爸爸、好翁婿，啊，不过。你若无感谢我的用心，我想要甲小芬带走，你是无能代表我心做好的。我安尼委屈求全，我处处替你设想，就是希望你会当感冒，会当想到我、小芬，还阁有这个厝，对你是无安尼重要。啊！不过是安怎你要遐尔执迷不顾？是安怎你一点也无带了，哪有无感情？是安怎？我已经讲过真侪摆，我根本就无爱你。你听好无？咱已经离婚啊，咱唔是翁仔某啊！你敢知影？你安尼讲，我的心有偌痛。你一遍一遍讲你无爱我，我听有偌艰苦。新文化。是安怎？你就是要对我遐尔无情？你伫小芬的面头前讲你要离开我，你敢有看到我的尊严？我拜托你莫阁安尼，我拜托你莫阁安尼，好无？安尼是对你、对我、对小芬拢是一种伤害，你知无？你跳起，跳起，跳起！我袂去生气，我袂去生气，我袂去生气。我拜托你，你留来好不好？我需要你，小飞伊嘛需要你。我拜托你，咱是一家伙啊，咱
咱应该亲像昨安尼，快乐食饭，快乐困做伙，亲像今日安尼，快乐出去佚佗，安尼毋是真好？无法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咱是一家伙啊，咱就安尼好不好？秋米，好不好？你起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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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无？你讲我起笑，我讲我起笑，我怎么起笑？你真是爱我对无？你真是想要留伫我的身躯边的对无？你真是无想要离开我的对无？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你真是爱我对无？你真是想要留伫我的身躯边的对无？你真是无想要离开我的对无？你想要安怎？你想要安怎？我爱你老实讲，讲你到底有爱我无？你是爱我的对无？你愿意留伫我的身躯边的对无？你起笑，我甲你讲真侪摆啊，感情是袂用去勉强的，是无可能的，你莫阁做梦啊！我搁最后一遍问你，我爱你讲，讲你爱我，讲你要留伫我的身躯边，讲你永远拢袂离开我，不管你是同情我好，还是骗我也好，我爱你讲，你讲。无可能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！就算你甲我太死嘛，无可能！我真是足爱你的，我为着你，我啥物拢会去改，只要你讲啥我就做啥，我一切拢听你的。你讲你爱我，讲你爱我，讲你爱我，放开啊！我爱你，讲你爱我。你，既然我得袂着你，那你看我嘛要想要得着你。我要让你离开，你放开，我要让你离开。小咪，你莫安尼，你莫安尼啦！你有安怎无？无啊，你哪落血？无啊，是嘞。你莫过来！我不是挑故意的，无啊，我是因为一时激动，我才会去伤害着你的。无啊，是嘞啦，我求你原谅我，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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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芬，阿弟，你先出去。爸爸带你走。哇，你要做啥物引导？我要把小芬带走，我袂用互伊受伤害。不应该，你袂该带小芬走，我会改，我会改。秋米，你真是，既然你选择你的路，你就要向往自由啊！无啊，你袂该走。你是安怎？小芬，爸爸带你离开家。无啊，我求你，若是无你甲小芬，我嘛活袂入去啊！我求你，你莫带小芬走。你去笑啊！小芬袂用留在家。无啊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原来我咧做恶梦。我哪会做这么恐怖的梦？
文化受伤，规身躯拢是灰。敢讲文化出代志啊！妈妈，小玲，是你哦。妈妈，你笑哪？我是毋是甲你惊到啊？无啦，当初妈妈做一个噩梦，即马无代志啊。妈妈，为什么你伫做面包？你是毋是搁伫想爸爸？小玲，爸爸一定会回来，伊袂放咱唔管的。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会求性命，互爸爸较紧回来。你足乖。若将阮的心肝藏踮你的手，阿公是去用相拍着上的，这人到底有啥物目的？甲阮我看卖。毋免啥物世间，毋惊任何阻碍。若有你，就有全世界。过去袂负陪伴你，阮决心阿弟，爱你到咱遮尔侪年的感情，敢讲你真正放袂落？我承认我足自私的，遮尔侪年来，一直是你对我的付出，我拢无好好珍惜你。今摆我总算会当体会你当时的心情。假使要甲你挽回，是毋是应该活活来争取甲你相爱一生的机会？你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哪天？你真是要甲这先订婚哦？即马小芬失踪，恁哥哥嘛无去，伫咧这时订婚，敢好？妈，我也无想要伫这个时阵订婚，这是这先决定的。我实在足想无的啦。你足无简单，甲明辉两个感情遮稳定，而且因阿公嘛已经答应恁的婚事啊。伫咧这个时阵，你反倒转想要甲这先结婚，就算讲你是伫咧洗性地，也是伫咧想气嘛，有一个限度。妈，拜托你莫阁讲啊，好无？妈也是希望讲，你阁好好考虑一下啦。阿弟，拜拜。阿弟，多谢你肯原谅我。我也准讲，这世人你袂原谅我，想袂到你阁肯答应我向你求婚。我希望你娶我以后，你就莫后悔。你明明知影我爱的人是明辉，我会答应你的求婚，是你为我家己的幸运做赎罪。阿弟，我爱你，只要你愿意甲我做伙，我就感觉我是这世界上上该幸福的查甫人，这就无啥物好计较的啊。马丁即马是有是在厝内底，我是毋是应该去找伊？无得讲，这是我阿婷最后一摆机会。
你的心若生起恼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明慧，你哪用来？你是专程来看阿婷的？阿婷，你有好无？已经好啦，而且阮真紧就要订婚啦。你要订婚？来，这是阮的喜帖，地点、甲时间顶悬拢有。阮真希望你得嚟祝福。阿婷，终于要订婚了，我祝恁幸福快乐，比头开朗。恭喜！多谢你的祝福。爱用真情换到，袂当感动你到最后。甜蜜的旋律，若失去节奏。再见，阿婷。画出哀怨的歌调，你的心若生起恼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人生的美丽。错了，错了。文华，你发烧啊？我甲你试试下，你会较快活。文华，我知影一切拢是我的唔对，毋过请你原谅我好无？我特别替你订保险话。
我饲你哈。来，文华，我拜托你，加减食一寡，你安尼拢无食袂用的。来。刚刚你真是唔肯原谅我。我早是因为我足惊你走的，所以我才一时激动去伤害着你。啊，不过我真是唔是挑故意的，现在你都是唔肯原谅我，我嘛真自责啊！我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文华，我甲你放开，一定要原谅我，我真是唔是挑故意的，我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秋萍，其实你是一个真善良的查某囡仔，就亲像你这讲，你也袂变歹性格，你是一个真单纯又阁真美丽的查某囡仔。是安怎你今摆变甲安尼？假如你若无遮尔歹，心机无遮尔重，你真正是一个大家拢介意的查某囡仔。我讲的是真心话。啥嘛想要变做一个大家看到就介意的查某囡仔，啊，不过对我来讲，回头真是足困难的。我自细汉都生活在一个山车的环境，啥物拢爱甲人争，啥物拢爱甲人相抢，也若无。我敢若用在伫个边啊，看着别人得到我所欣赏的一切，这种日子，我真是过了足惊足惊。谁嘛愿意做一个幸福的查某人？有家，有囝儿，有疼惜家己的后生，啊，不过。这对我来讲，一切拢是空的。我的家无亲像家，后生，不是家己的后生。哇，你真是伤害我足深足重的，你敢知影？秋萍。其实你嘛是有感性的一面，你并不是无药通救我。秋美，紧回头。回头？回头对我来讲，真是足困难，足困难的。我嘛有努力过啊，不过但你就是无法度谅解我。阁想要逼我死，无话你讲，敢我你爱我一直忍受苦了安尼过日子是无？秋美，要得到朋友的友谊，不是这么简单。假使你若受到一点挫折就来放弃，这不是你的个性，这无亲像你啊。无亲像我。爸爸，你醒醒啊！爸爸，小芬，小芬。小芬，爸爸，你去过听无？你哪会想想？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是我，你是我。一生的依靠。你去过听无？你哪会想想？爸爸摕喙口的时阵，无说你去切掉的，无代志啊。啊你去倒位啊？我去办公室啦。爸爸妈妈，我感觉足无聊的，才敢若有我一个人。无同学嘛，无小玲姐姐陪我耍。
妈妈，妈妈，我想要去头城看海、耍耍、捡贝壳。妈妈，你带我去好无？我真正最想要去的。无啊，咱带小芬去头城佚佗好无？我拜托你，完成小芬的梦想好无？爸爸，拜托了，我真正最无聊的，你带我甲妈妈去海边啊，好无？爸爸答应你，爸爸跟妈妈带你来看海。哇，最好呢，会用去看海，多谢爸爸妈妈。文华，多谢你。好嘞，会使，好你。有欢喜无？来，你来等哦，你等人家算好。无哈，你看小芬算到遐尔欢喜。对啊，小芬是一个无当年的囡仔，今日第一摆带伊来海边仔耍，无怪伊遮尔欢喜，嘛希望伊永远拢会当快快乐乐。有啊，多谢你带小芬来头城佚佗，互伊会当感受到温暖、爱、佮快乐。小芬嘛是我的查某囝，我嘛希望伊以后拢当变成啊快快乐乐。文华，我替小芬多谢你。以前我敢若一直在想，这边，所以才造成伊万分的哭不平。我不能我的心态落起来，也让我嘛会面对小芬。小美，文华，每一个人拢有做唔代志。也毋过在低处念讲，不管你较早做唔做啥，只要你肯干，阮大家拢有能力。文华，你讲的敢是真实的？你敢真是肯原谅我？小美，你敢愿意家己一摆机会，嘛互小芬一摆机会？哪能有等了袂来？不管安怎，今日一定要甲抓到。阿婷，我即摆伫外商公司上班，头家伊嘛讲我真有才华，伊以后一定好好栽培我。我相信我的事业一定真有前途，咱一定幸福，我袂互你吃苦。阿婷在伫个车顶。阿你听无？你休困，大家打电话给你。哦，你是小狗你啊，这谁咧甲咬嘞？喂，我唔对，这我会考虑。不过这个代志，我
我先请示总裁了，才做决定。我不先安尼啦。嗨，到厝啊！来，行较慢了哦。小芬，小龙贝哥不赶快，爸爸妈妈你去哪看？小芬，这是妈妈为咱的新生活特别布置的哦。妈妈，我敢会使入去内底看？当然会用啊。哎，较细腻的，行较慢的。自细汉，我就是伫咧遮大汉的，想袂到经历遐尼侪困难甲波折了后，我阁会当倒来遮，而且有你甲小芬陪伴我，我感觉足幸福的。小美，这摆大难不死，这是你的福报，所以你更加来珍惜你身边每一个人。以前我定定感觉足孤单的，毋过即马我有翁婿，会当互我靠，我感觉足有安全感的。啊，对啦，我去买菜，煮一顿好料互恁食，你陪小芬，我去准备哦。要互你去爸爸食哦。哇，这些菜呢？慢慢来食，记食一寡。小芬，你伫创啥？天公伯，请你保庇爸爸跟妈妈一晚这么温暖，安尼小芬会当每天过这么幸福的日子。天公伯，你一定要保庇哦。文华，其实小芬的心愿嘛是我的心愿。小芬，听讲。总裁。紧食。什么代志啊？总裁，我应甲准备头尾拢讲好啊，因要随便来惊扰咱，还阁有即阵来报告招的代志。你先出去。你跟小芬先食，我有代志要出去一下，我随转来。哦，好啊。小芬，紧食。Jason， 遐尼远走来是有啥物代志啊？我是来向总裁报告的。黄石好已经脱离险境啊！我是要总裁请示，咱所有内面来对付伊。我即摆心情真好，无想要讲这个代志。假使咱即摆若无对付伊，等叶生留好了后，恐惊以后有真大的动作。因理会遐尼大，而且无在工厂的代志，互伊元气大伤，暂时应该袂有啥物动作啊。颠倒是陈碧川，伊的生理场经验丰富，若是互伊查出来，遐个代志是咱做的，伊可能会找上门来。这点颠倒是咱爱预防的。是，我知影。无代志，你用个先走。我即摆咧度假，无代志就莫来烦我。小等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无代志，你用个先走。我即摆咧度假，无代志就莫来烦我。小等。Jason， 你来伫遮，你来办手笔。文华，你哪走出来啦？菜底要冷啊，咱今日来食饭。
等一下，你还未回答我，是安怎伫遮？秋美是我公司的总裁，是伊聘请我来的。是啊，文华，大家拢是家己人，我也无想要隐瞒你啊。Jason 跟阿婷就伫要结婚啊，而且因订婚的日子拢已经定好啊。未来 Jason 就是咱的袂使。阿婷要嫁予伊，这是无可能的，我袂同意啊！这是我和阿婷的代志，你无理由反对啦。你 Jason 跟阿婷是互相意爱的，你哪着反对咧？等到咱应该婚姻祝福啊！你唔知啊？伊较早行为无检点，伫公司嘛捌发生代志，为着多撇责任走去美国读册，还佫辜负阿婷，这个人唔是好人。这拢是以前的代志，今嘛我已经知影唔对。我不管你安怎讲，我是袂同意的。好啊啦 ，Jason， 你先走，有代志我会找你。是。文华，你哪着遐尼激动啦？秋美，你哪甲这种人做伙？无啥物啦，以后我再慢慢甲你讲啊。行啦，咱先来食饭哈。原来小芬甲文华都是伫咧遮，天大地大好消息，记个笑我讲。喂，秋月，是我俊杰啊啦。俊杰，秋月，我已经知影小芬哦，甲文华伫咧什么所在啊？恁伫倒位？都伫咧宜兰银行库。喂，俊杰，喂，俊杰，我。秋月，是安怎？俊杰打电话来讲，伊知影文华甲小芬的下落啊。伊讲伊伫宜兰的什么所在，我就听袂清楚，电话就切断啊。宜兰，安尼就有可能是你的故乡头城。嘿，谁人跑来遮？这是什么所在？喂，谁人跑来遮？讲放开，放我出去！你放我出去！你回来这是要创啥？是因为你看到不应该看到的啦，阮才着你，请你过来。给我放出去啦！秋美，又搁是你，啊，你嘛知影？带走小芬，劫走文华的，拢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无唔对，是我。其实我会安尼做，是因为我想要甲家己的翁婿、甲查某囝享受天伦之乐，过一段快乐的家庭生活。啊，不过你煞走来遮搅了饭，我真正是因为无奈，才甲你请过来啦。秋美啊，你的良心是个够无义哦！你这段倒转来，大家拢原谅你了，拢想我你的改过，想袂到，你歹事一直做，你就来准备报应啦！我跟你讲，原谅我？你敢有原谅我？你根本就无法度接受我。我想要回头，啊，不过你拢袂给我机会，你拢看轻我，拢超过去折磨我。这件代志，你敢不敢讲你无份？我是死过一遍的人啊！这段时间，我想真多代志。人生嘛，唔就是安尼？别人的看法甲想法，一点仔都无要紧。上重要的是，我家己要活了快乐、满足。所以我决定，我阁要给我机会，重新过来一遍。你这明明是自找死路啦！你已经死过一遍啦，
你阁死100遍，嘛无才能弥补你的罪孽啊！秋雨，我甲你讲，到落尾哦，你绝对死无葬身之地。随在你安怎嘛？反正我即摆已经看真开啊！哎，亲像你这种表现哦，若是以前的我，一定袂放你甩，绝对会互你受伤最苦。啊，毋过即摆的我，坐善受养，外口的人对我安怎批评，对我来讲一点嘛无重要。真正，看你的过去，你捌照顾我，还阁有照顾我妈妈的份上，我用会莫甲你计较。啊，毋过，爱等我甲文华、甲小芬过一段快乐的生活了后，我才会当放你走。像你这个良道的查某，你想讲文华会爱你了？我甲你讲啦，你若甲文华甲你关斗阵一世人，你嘛无才能得到伊的心啦。我咧讲，你了解无？做你安怎话？反正我也袂听袂进啊。就算讲你嘛甲二世着来，从迄个人算你衰啦。对，我听讲你伫咧外口有敲一通电话，你是敲互秋玉是无？你唔讲嘛袂要紧啊，不管你敲互什么人，我拢会甲你找保持好，等你来。到时阵你就有伴。哎，秋米啊，秋我甲你讲是亲姊妹咧。哎，恁自细斗阵大汉，感情这么好，刚刚你又无变放去耍哟？秋米，你到底袂害羞鸟？你来回来！你给我放开！你回来！你搞啥物？你来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将阮的心肝放在你的手内，你感觉把秋米，原来你伫咧遮，大家拢听说讲你出代志啊！坐，请坐。你敢知影俊桥伫咧倒位？啊，佮有文华佮小芬，俊桥敲电话给我，话还未讲完，电话就转去啊！坐，你一段路遐尔远走来遮，咱先莫讲遐个啦。咱姊妹啊，嘛足久无见面啊，就互咱坐来好好开讲一下。坐，请坐。坐，请啉茶。秋米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了，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体生的美丽。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